尊敬的维吾尔族朋友们，我叫买卖江湖的班。首先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不是闽口汉，我在兰州和上海读了7年的大学，我的基础还是差。我的简历写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下面。有的时候我讲话里面可能出现维吾尔腔，这是因为我离开祖国将近17年了，所以汉语用的很少。我希望大家理解我。用汉语投稿的原因是，因为在国外有很多闽口汉的朋友们，这是第一次用汉语投稿我的所学到的有关医学方面的知识，希望有所帮助你们。这次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勇敢的活着，不用担心。这本书里讲述了很多有名的医生所说的关于健康的问题。这是维语版的书，所以我直接翻译给大家。医学发展到现在，原因病毒而引起的麻疹、结核病毒、流感病毒等有一些可怕的病情，至今医学人员的研究和努力下已经治好痊愈，但是很多病情的原因不仅是病毒，还有因为心理障碍而发病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病情，至今为止没有得到全方面的治愈。这种精神上的病情折磨着无数的患者。如果你的生活整天过在恐惧感和过于担心，那么无论你多么的健康，最终你会生病的。精神上的好多病情至今为止原因不清，但是总的来看，密切关系的因素是过于担心、恐惧感和没有自信感等等原因。过于担心是高血压的主要原因，过于的烦恼和精神上的压力会引发风湿病。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今后的计划是不只是翻译，再加上讲到关于怎样预防各种病情，还有人体解剖学、精神病学之类的内容。我希望大家登录我的 YouTube 频道和互相转发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